若熹贵妃私通，那奸夫是谁啊？太医温实初。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、瓜子、花生、八宝粥，众人立刻做好期待品尝劲爆的大瓜。毕竟甄嬛的花边新闻足够吸引眼球。原来宫女发现太医和甄嬛存在非正常关系。二小姐跑得好快啊，当心摔着。连锦汐会照顾，你先出去吧。于是瓜界的老六马上将此事公布。起初甄嬛还以为和果郡王的事泄露，直到对方说出温太医，她才稳住了心神。而叶澜依当即嘲笑瓜六是个大喷壶，不知诽谤他人清白可是3年起步。面对他人质疑，瓜六马上发下重誓：如果我说假话，甘愿终生不孕不育。紧接着玲珑假装的替甄嬛辩白，她说姐姐娘家和太医是多年故交，自然会比其他人多一些亲近。其实玲珑在暗示他们从小青梅竹马。此话顿时让各种声音塞满了评论区。不过队友焉能看着队长被人诬陷？于是静妃表示没有证据，一切都是妄言。怎料瓜六还真带来了关键证人，原来她是甄嬛娘家的奴婢陈嫂。选秀半月前，温太医登上门提亲，不过不是当着老爷夫人面说的，是私下里到熹贵妃面前说的。话音刚落，静妃就直接反驳逻辑不对。甄嬛若是钟情温太医，肯定不会选择进宫伺候皇上。由此可见，证人的话绝对存在漏洞。这纯粹就是祺贵人在趁机报复，企图炮制舆论，扰乱后宫正常生态。可谁知瓜六还有后续准备。只见宫女言辞凿凿地说道：当日亲眼看见熹妃和温太医手牵手，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后，才松开了彼此。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夫妻一样恩爱。就在众人想看着甄嬛身败名裂时，没想到甄嬛略施小计就解除了危机。她问宫女是否擦拭过床边的紫色花瓶，然而奴婢已经擦过的话却逗乐了甄嬛，因为床边根本就没有所提到的东西，不过是甄嬛故意下套迷惑宫女而已。一个连房间摆设都会说错的下人，试问她的话又能让多少主子相信？若温太医和熹贵妃真有私情，自然是会防着别人的，怎么绯闻回回都能瞧得见？臣妾认为此事颇为蹊跷，定是幕后有人主使。这丫头讲的话不能相信。虽然第一局甄嬛战队完胜，但第2局刚刚开始，皇后团伙里的玲珑就放了个响雷。熹贵妃是在甘露寺为国祈福修行过的人，又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，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呢？这话的意思直接指向孩子血统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瓜六看到皇上前来，他立即将此事清清楚楚地叙述了一遍。贱人，胡说！而皇后则摆起她的圣母心，她说祺贵人刚才发下毒誓，或许这里面存在什么隐情，希望皇上给她一个说话的机会。接着，瓜六表示他每一句话都可以录音，并带来相关的证人让皇上以辨真假。而此人既是皇后的心腹，又是甄嬛在甘露寺的仇人靖白师太。你有几次经过娘娘的住处，白日里娘娘的房门有时也掩着，你当时看着深觉不妥，想劝解几句，反倒被娘娘给骂了回来。师傅所说的温太医此刻可在殿中，便是眼前的这一位了。太医闻言急忙做出解释，他说和甄嬛相见只是为了看病而已，此事崔槿汐和浣碧都可以出面作证。紧接着静妃和端妃纷纷帮着甄嬛开脱，他们句句在理的话让皇上平静了不少。朕相信熹贵妃。当然皇后团伙不会放过扳倒甄嬛的机会，只怕要滴血验亲。